我来看政治的消息，有绿营的立委提案，把中国配偶入台湾籍的代志转去国际法来处理。若是申请台湾的身份证，就要放弃本地国籍。也若进前乌心学院嘛要呼吁，中国配偶若要摕咱的台湾的身份证，时间爱为6年，改做是8年才会当领。不过，就有南亚的立委认为讲，无应该甲因歧视。包括爷爷顶中配鼓励武统叫伊限期离境，也互中配得到咱国身份证资格引起讨论。较早国民党立委柯武正捌提案，比较其他外配，加中配年限为6年缩短为4年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等人按算提案，修改两化人民关系条例，加中配用国籍法必须放弃原国籍，强调归属台湾的忠诚。内政部讲是当参考的方向。如果透过在立法院里面各个不同的党团能够有共识的话，那我们会遵照每个党团所得到的共识来处理。我在台湾生根，然后他在台湾的付出，跟他爱台湾那个土地，跟放弃这个国籍，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还要再请假，或者是我们还要去跟家庭安排，我们还要跟公司协调，我们还要出国回去一趟，应该是不支持放弃国籍啦。王连峰认为司法的增加行政程序，照即马两化人民关系条例规定，中配得到中华民国身份证，爱先移亲居留满4年，合法居留连续2年，先撤销原户籍再使申请，前后爱6年。其他外配是照国籍法摕到身份证上少4年，上长8年，失去原属国籍。民团乌心学院进前捌呼吁中配入籍的年限由6年改做8年，也伫另营内部引起讨论。或者有人主张6年改成10年，我觉得这些案子呢，基于公平原则，我们可以在立法院里面好好讨论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哈，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籍法，取得国籍之前，必须放弃原来所属母国的国籍，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坚持下来。你把国安问题把它泛政治化，会变成政策极端性的一个做法。把6年改8年，把本来就已经特别长的年限再增加2年的话，这就是所谓很赤裸裸的制度性的歧视。目前国民党年限6改时的提案已经伫立法院退回听诉委员会对年限6改白这个讨论，王连峰表示，也是希望会当比较东南亚的外籍配偶缩短到4年，呼吁莫因为一时的政治事件，互台湾人权倒退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